OK，後年嘅朋友們，大家好。壓力唔會去摧毀你，但係佢會逼你變成更加鋭利。OK，總體嚟講，喺2026年屬猴嘅朋友你，2026年係火馬年，火旺到出晒煙。所以對於你哋大家嚟講咧，火克金就係挑戰同埋考驗你。但係呢啲考驗咧就唔係去整冧你，而係要你識得點樣靈活升級去做更加精準。火會令到金融化，原始嘅金屬會經過火煉先至可以變成利器。所以你喺2026年就係咁樣講，人生係磨練你，但係磨完之後咧，你就會發光。而喺呢一年裏邊，你會有壓力、有變化、有機會，但係如果識得點樣去用壓力去做呢個打磨，唔係被壓力去打到嘅話，你就會發現到自己會行得更遠，講得更穩，做得更準，啱唔啱聽？OK，so 喺呢個影片裏邊，我哋分8個範疇去講一講屬猴嘅朋友哋喺2026年嘅運程如何啊。OK，第一方面叫做自我盤點 （SWOT analysis）， 專注係你嘅武器，因為2026年要收窄個戰線啊，唔可以再係乜嘢都搞，乜嘢都做。問題就話，當你面對壓力，你嘅反應係會更加緊。就係會更加精煉。你嘅優點就係你嘅聰明、反應快、有創意。但弱點方面就係你容易分心、急俾人，同埋攬得太多嘢上身。咁機會方面咧，領導層會有提升嘅機會啦，技能會更加進一步升級，會係俾大家見到你嘅存在。威脅有咩威脅咧？過勞，因為做得多嘛，浮躁同埋過分。多線操作，即係會係做好多唔同類型嘅嘢而分心。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猴嘅朋友你。第一就話將挑戰當做一塊鏡，唔好當做一個敵人。第二就話留啲時間俾自己去諗清諗楚，唔好淨係做唔諗嘢。第三就係學習情緒抽離，保持策略頭腦。諗一諗，如果壓力只係證明你準備好進階，你仲會怕咗佢咧？好啦，第二方面就係感情同人際關係連結大過說服。火旺年啊，講錯一句就可以變風波。喺2026年溝通係你最大嘅功課，大家睇住啦，溝通係你最大嘅功課。問題就話你依家講嘅嘢係為咗同人家連結，就係為咗要贏人咧。好啦，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猴嘅朋友。第一，先聽再回應，唔好乜嘢都急住解決。第二，講得短啲，但係真啲。第三，唔好太快，我哋所謂英文叫 take things personally。OK， 唔好太快 take things personally， 冇乜嘢都覺得係哇，跟住針對我攻擊我，因為火年嘅冚世界都會好容易爆。所以如果你用清晰去代替控制，關係會唔會更加輕鬆呢？好啦，第三方面嘅健康，冷靜係你嘅新能量。火克金，所以容易攰、易緊張、睡眠唔穩。點樣降火呢？就唔需要靠藥嘅，即係食藥未必有用噶嘛，係咪？但係需要靠一個新嘅節奏。問題就話你幾時先至肯去休息 ？OK， 咁3個行動建議俾翻大家。OK， 唔好做到乜嘢，做到好攰嘅時刻你先話唔做。OK， 第一，深呼吸練習，慢慢吐氣、呼氣，之後先有效。減少咖啡因同埋一啲刺激過度嘅食物。第三，每日有15分鐘可以完全靜喺度，自己諗一諗做過啲乜嘢。所以如果平靜可以令到你更加有好高效率嘅話，咁點解你唔早啲去用呢啲咁嘅行動建議呢？好啦，家庭方面，做一個穩定嘅領導，但唔需要控制你家人。屋企人今年會睇你嘅反應，你一穩，全個屋企都會穩陣。如果你唔再去解決所有問題嘅話，會點樣呢？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猴朋友你。第一，陪伴多啲，但唔需要講太多嘢。第二，俾意見之前問一問，你想聽定係唔想聽？問咗人哋想聽唔想聽先，然之後你先俾意見。第三，用幽默去消壓。如果你肯放鬆嘅話，咁屋企氣氛會唔會自然間會更加亂呢？
好啦，財運方面，火旺，所以識點控制，因為火連錢流旺，但係都會旺燒，容易賺，亦都容易出錯。你而家係去揀緊機會啊，定係俾機會揀你呢？我嘅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係投資自己熟悉嘅嘢，唔好乜嘢都投資，要知道清楚呢個投資嘅項目先去做。第二就係收緊心，唔好衝動嘅決定去做一啲後悔嘅嘢。第三，用清晰嘅策略去取代情緒反應，唔好個心話我做啦，我先去做，但係冇諗清楚。所以如果財富係嚟自清晰而唔係嚟自刺激嘅話，會唔會更加安穩呢？好啦，事業同生意方面，屬猴朋友你，今年你會被睇見、被挑戰、被試探。但係呢啲全部都係叫做上位嘅信號。問題就話你依家追緊認同感啊，就係追緊個成長呢。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安靜去交功課，用成績代表一切，唔需要自己講，用成績去代替你講嘢。第二就係寫低你嘅成果，因為有數據先至有底氣。第三，批評唔係代表敵意，因為叫市場嘅回應。所以如果你唔再去解釋自己，而係直接咁去靜靜地做出呢個成果嘅話，世界會變成點樣呢？好啦，尾二第七，外在環境喺2026年嘅世界仲好嘈，大家都會喺度不停咁講嘢，但係你贏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大聲，而係因為你準確。問題就話當其他人反應緊，你仲可唔可以保持呢個策略呢？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遠離八卦同埋戲劇，我哋英文叫做 drama。第二，保護自己嘅時間表。第三，所有決定要根據事實，冇靠呢個 feeling 感覺。OK， 所以反思下啦。如果紀律係你最大嘅反叛，你仲使唔使驚悶親自己咧？好啦，最後方面就係自我成長，火煉成金，你嘅力量係你嘅轉型。今年啊，2026年要學識一樣嘢叫做由衷大幹。問題就話你變得銳利之後，仲會唔會保留呢個溫度呢？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，屬猴朋友嚟。第一，每日都要問自己，我今日學到啲乜嘢？唔係話今日我做錯咗啲乜嘢。OK， 學到啲乜嘢？唔係話我做錯啲乜嘢。OK， 第二，練耐性，快唔係代表高效率。第三，每日靜一靜，智慧喺安靜出邊浮現出嚟。OK， 好啦，講完8個範疇之後，我哋總結下，屬猴朋友你2026年係一個叫做鍛造年、鍛鍊同埋創造嘅年份。火馬唔會去摧毀你、燒毀你，而係要打磨你。所以俾翻個熱度去幫助你提煉。用呢個壓力，俾壓力去幫助你成長。我哋英文叫做 break down 崩潰，其實唔係代表崩潰，而係2026年係一個進化，一個 breakthrough。當你開始喺混亂中保持清晰，成功就唔再係偶然。OK， 咁啊，想知道2026年你嘅事業、財運、人生突破嘅黃金時機嘅話，可以歡迎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Chat Destiny Architect。我哋一齊學識點樣壓力中開光，喺火中成金。OK， 多謝收睇呢條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